來往粵港兩地。有一次佢返內地公幹嘅時候，坐喺火車上面睇住窗外嘅景色，不禁諗起山區嘅細蚊仔一年嘅書雜費只係百幾蚊，相等於直通車嘅車費。於是佢心諗，如果將呢百幾蚊捐咗出嚟，就可以俾山區嘅失學兒童返學讀書，咁呢百幾蚊使起嚟咪更加有意思咩？於是返到香港之後，佢發起咗行路上廣州嘅慈善步行籌款活動。就係咁，佢哋一行7人一齊行路上廣州。原嚟我哋大家應該向佢哋講聲多謝，祝佢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20年對一個機構係一個本固之榮嘅階段，但係對從事造福人類嘅而言，呢個只係一個起點。祝願苗圃行動繼續努力發揚光大，使更多嘅內地同胞能夠感受到香港人對佢哋嘅關懷，對佢哋嘅愛護。雖然苗圃行動每年所籌得嘅款係唔少，但係為咗推行更多計劃，佢哋係更加需要支持。我呼籲所有嘅義工同埋社會嘅善心人士繼續捐款，支持佢哋嘅工作。善有善報，福有攸歸。多謝。去行嗰一段路咧，原來係要自己俾錢嘅喎，即係無論你嘅機票或者食宿都係要自己俾錢。出錢出力㗎。咁呢樣嘢又反而令到我整個人對呢個組織改觀咗。咁當然亦都實地去都係相等嘅，即係都一樣係呢班義工好偉大嘅。咁藉此亦都開始咗我自己一路喺呢個組織上邊嘅一啲自己能夠做到嘅嘢去協助啊。